着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透过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，以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练喙花的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爱台语，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买人的水贵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Talk Talk Show 台语专门练喙花，今仔日来到台中来福好事 Live House。哎呦，咱的节目呢，伫 YT 台语台播出，请帮阮订阅、分享、加持小铃铛。电视的部分呢，讲是台语台是伫咧14台，大家要多多支持哦。就是这款感觉。介绍咱的评审长顺哥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生活若要快活，你就喺度台语哦讲会足灵活。我来介绍咱台语的老师王秀荣老师。秀荣啦，秀荣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生活若要欢喜，逐工爱讲台语。会晓啊！对。本集的主题呢，就是专门练喙花。海选，新车，再一次好了，海选。这只熊，真久唔捌叫千多啊，喊唔到。愈喊愈好起来，提包诶。好，今仔日吼要安怎会厉害咧？先介绍咱第一季的选手拢来哦，中枪出来好不好？赞啦！今日第一季的选手呢，要来示范，要来表现示范，要来示范吼。第一位欢迎不诋毁。中枪出来，我来请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。今仔日吼，真欢喜来到这。早起的时阵吼，伫后台就拄着咱迄个来福好事的两个一看到我就讲，哎呦，花姐，你敢穿啊安尼哦？我讲。贵吼，有条吼，伊讲唔是啦，咱看来敢倒头干。拜托，唔是，我早起就去江天宫拜拜有无？求财神爷，求月老呢。我是为着财神爷、月老穿甲安尼呢。哦，你知影我求月老了后，我规个姻缘线要崩开啊啦！我这无干得，紧来！我即马就互恁一个福利啦，即马我就要抛手球啊啦，大家准备哦，进来！看到没有？快来啊！快来听唱！好嘞哦，手球要来哦，好些查某的啦，奇怪，哪会安尼啦？唔是啊，我会讲。大家嘛知影，我练喙花就是为着要找安尼嘛，不要紧。我现场的这大部朋友，男性的朋友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搁一个机会。迄边迄个第二排上正边迄个穿红衫迄个。请问你的星座是什么星座？下手对，骄傲背离有哈，就是你啦。这个社手骄傲背离拄啊有哈，安尼咱等下加一下奶。好，小熟悉一下。我是安怎感觉你咧带？你到底咧带？好，你也是当police哈。要紧哦，我来讲，除了找红了以外，我搁要做真侪公益活动啦。有一间吼，叫做失智老人关怀协会啦，又甲我拜托。叫我讲吼，爱推广吼，互大家吼，拢爱吼，较注意遐老人啊，失智老人啊，拜托恁大家注意一下吼。头一点吼，就是爱加关怀老人；第二点，就爱加甲老人开讲讲话，好无？吼，第三点，下晡3点。第三点，哎，给你加油啊！哎呦，加油啊！多谢大家为我支持，多谢。第二位山猪妹啊，破枪出来！
你个变魔术来啊！你会紧张无？我会紧张无？你会紧张无？因为这个魔术，我用心，我甲失败过一届尔。今仔日第2摆变。你讲安尼啊？所以咱即马先来练习一下。好啊，这支动作是你的手。哦，安尼会使。啊，你画1、2、3。1、2、3。登去啊咧！你讲迄是我的手。啊，我谁来呢？我想起来啊！哎呦，人的手才会当成功啊！哦，家己的手啊，梦歌啊！哎，较紧嘞，啊，较紧啊！嘿，对。手拍开，哦，哎呦，哇，真系假？拍开好。哎，小等咧哦。啊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仔日是金蕉倒手的思念会，为着要思念金蕉的倒手，所以今仔日就特别来咧做这个集会，来1、2，我靠！小等咧。金蕉你娶某娶偌久？我转2年，啊，囡仔生未？啊未啊！我讲你拍拼，手最重要的。小等，既然2年无生出来，安尼甲接就无要紧。哦，你的，你头前的迄什么下海拢流歌的，做我你面顶的下海流歌。哎，拢通看呀，小等，老我第一摆看到金蕉的退兵吼，会老庆歌呢。啊，这就是我的魔术表演，尽量莫演，较袂叫人淘汰。多谢大家。第3位，哦，拄啊好是塔你的，听了就厉害啊！哎，嘿，生生啊！蔡生生，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生生。嘿，人的一生呢，就会做叫做选择。你敢有想过讲，你是做了什么款的选择，才会来到这个所在啊？哦，我就有惊死。敢若是做真侪唔对的代志。因为我听讲有遮侪人要来挑战咱的练喙花啦，啊，毋过大家的台语都比我搁较好。我的台语是塑胶做的，所以我今日伫咧遮加咧，退换的。我就想讲哦，啊，我就是大错步数啊啦！我伫咧高中的时阵哦，伫咧美国读册，啊，迄个时阵我伫美国无车倒位拢袂当去对无？我就对汽车足好奇的，足介意的。有一摆咧，我伫咧社区内底散步啊，热扫，我就看到一台车足水的，内底有人，我就甲行过去，甲弄车窗讲，请问你的车偌侪钱啊？啊，迄个人就甲我回答讲，25000块。我就想，我若是美国人，若是讲台语是安怎讲的啦？25000块是美金，我就讲哦，多谢，我知影，多谢你，迄个车就驶走啊。然后我就继续散步，后壁有一个人哦，佮甲我拍我的肩胛头讲，嘿，嗨，所以偌侪钱？想讲，你有听到我甲带迄个人讲啥？哦，25000块啦。啥？你25000块？无。讲伊就是我是出来趁的，不是，我毋是这个介绍，我3000块，毋是，伊讲啊，无啦，我跟他凊彩问啊，拜拜，伊就走啊，我就想讲，嘿，这个代志像我足后悔，你知无？就是讲，千万毋通凊彩甲西分人开讲，对无？爱讲，你就认真讲。对无？无得卡身高嘛，我就会当趁到我的25000块啊，所以我就想讲啊，今仔来台中哦，看有啥物工课会当做。迄个台中有一寡店哦，我会去应征啦。哦，多谢大家。大家有看到第一季选手的表演了吗？有的紧，有的慢，啊，有的就好笑，有的无好笑，像阮安尼。但是我感觉因伫舞台顶吼，无啥会紧张，哦，台风足好诶，啊，刷落来，咱要互台下的观众朋友来海选，哦，选出一寡吼，目睭高讲这练喙花，吼，要起来表演，互大家看。第一位杨种下吹落，你是咧洗菜布杨，杨，嘿，我咧咸咸咧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呢。盐的好。
阮某是台南人啦，我感觉吼台南吼有一个缺点，台南人吼，因就是都爱讲吼，哦，因兜巷仔口的迄单足好食。哦，我特别吼来请伊食物件，伊就讲这是咁好食，所以阮兜迄巷仔口的吼，迄单面单仔走好食。我讲毋是吧？你住喺大路边，迄悬楼顶，迄大楼的悬楼顶，恁兜是倒有巷仔？哦，伊就讲无啦，迄个过3个路口吼，有一个巷仔，佮对遐吼，对巷仔头行到巷仔尾，遐就有一搭。我讲。对遮塞车塞到遐10分钟，迄是啲巷仔，恁兜的巷仔，迄别人的巷仔口的美食啦，迄毋是恁兜的。台南人就是安尼，哦，迄足巧。算就是台南人。你重点已经出来哈。老师就出来哦。老师也是。安尼我捧一下吹去。哎，感谢第一位。好，第2位两个。你是头家啊？我顺哥好啊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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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地基主啊。哎呀，我从细汉看顺哥的节目大汉的。我嘛细汉看到你啊。啊，真的哇！我哋这细汉就开始演电视啊。看他这种威龙的对啊。啊，顺哥以前讲过一个10时生肖的故事，大家知影无？知哦，有知影可能超过40岁，不要紧哈。啊，因为顺哥迄当中讲一个故事是有效故事，就是本来迄个比赛时阵赛嘛要去，啊，结果因为赛老母因破病。伊就照顾因老母，所以有一句话顺哥讲，有吧？有这吧？迄代志爱为头我讲到这个所在啦。你雄雄讲这句，大家就讲较有影。应该是袂歹啊！我因为这个代志，我想要讲到我甲阮老母的故事啊。因为阮老母进前就是身体无介好，我互伊带去疗养院。啊，佮伊足无愿意带疗养院，阮母也是70几岁人，伊就是感觉讲啊，有头要带出来，我想要带遐，啊，就足无欢喜，足袂爽的。啊，我就想讲啊，无法度，我就甲带去遐。带去时，我就甲安达讲。妈，我甲你讲，啊，你伫遮，你免烦恼。我甲你讲，我一直来甲你看，你免烦恼。啊，阮若无，逐工拢有人来。啊，你若是真正有代志的时阵吼，你迄病床边有一粒铃啊，啊，你甲铃啊饲落吼，护士就会来。阮爸就讲，铃啊饲落，护士就会来。我讲，嘿啊，你甲饲落就对啊。伊讲，安尼你来。小等咧，有时啊电视吼，还是网络无在条半遮。来，这内底共300块。内底吼，你就摕一个10块的阿蒙甲卤，反正有30万。多谢顺哥，谢谢。感谢头家，感谢两个，后一位就地中乡村，看你表演啦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弟。小等咧，一般是查某的吼，生足济，才有迄个招弟啊。对。啊，你是？我是嘛要招弟弟。哦。跟一个弟弟。哦，我知。嘿，哥哥嘛会使啦。好佳仔，我是阿伯。阿伯冇机会。真正你相信我。我会使互你幸福。你讲。好，给你去长商会。我想要知影。你跟我互动给你去长商会，啊，就来叫我阿伯啊呢。哦，我是听到这袂爽的，叫什么阿伯？要叫嘛叫高伯。有对。我唔是老高伯，我是乌喵，甲米凤姐啊，共款安尼。啊，台语有一句话叫做“跋一倒，捡到一只金鸡母”，对无？哦，共款差不多意思。啊，白灵犀跋倒捡到啥物？查本机，捡到5仙钱，1仙钱哦。啊，有奇怪，我一摆听，感觉这条歌怪怪。白灵犀捡到1仙钱才痛遐的。袂使痛遐，伊家己死尔呢。哇，你这，哇，好够恐怖诶，偌恐怖，真恐怖。高伯，新年快乐！恭喜高伯！恭喜！我感觉伊讲了真侪重点，因为白灵犀真正就食到人家啊会去假。好来，下一位。下一位咧，吼，真厉害啊！第1季的选手。今日过来啊！吼，大乌欢迎大乌！吹嘛！今日真正看到咱第1届选手，真正搞作怀念，你知影无？
伊是王星啊呀！我甲因比较最后，真感动死，咱看到因我就感觉哦，好想起咱伫咧台北录影迄段日子，迄便当的滋味。其实我有一个烦恼啦，就是有一摆吼，我锁匙无细哩，囥伫我奥多摆的车厢内底啦，我就紧来甲伊爬起来，要甲我锁匙挖出来，挖几波啦，挖2点钟，我咧警察解释讲，我毋是外路去偷工车啦。有当啊？反正你第三季都来，拍无啊拍无啊！来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帕克斯，嘿，我用讲，选，我上初要免跳表演，我请你的。我请真久啊，请真久，搁请，吼，啊，今仔日上重要来海选这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来看我细汉囡仔时代足介意的迄大前辈。吼，就是咱诶碰到啊，毋是，我讲就是比碰到缘投100倍的孙狗，缘投100倍的孙狗，真正诶，对。后来我对细汉就听伊的蛙音笑话，哦，伊会使讲是全台湾，毋是是全世界第1名的蛙音笑话的歌手。主要吼，咱大家元宵节有去卖菜无？无吼，又丁梅，好啊。又创一个，互大家摇一个，用创的啊，用一个，互大家摇看卖啦。Uber，无要载倒一尊神明。哎，无人知吗？答案是三太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低落车。请问神明上爱坐倒一只车？我知影。这个。真正是人的问题，就是我的问题。哎，注意，好，若是大家拄则听会足怪的话吼，无要紧，后一位选手互你乱，欢迎小太阳，互你乱，多温暖。我的故乡家人乱，一般来约定袂就是讲哦，网啊顶着遐，乱，因为歹拍有歹拍，啊嘛无好笑啦。你来乱者啊，小太阳。小太阳，叫我小日头较好记啦。好，小日头好。大家分享一个旧年的新闻。哦，旧年有一个40岁的剃头师，开70万到越南带一个18岁查某人，有够水的。查某囡仔啦。上特别的是啊，这个查某囡仔愿意甲这个剃头师生囝。哦，这足奇怪哦。即摆愿意哦，毋是讲愿意，即摆知影家己腹肚会使生囝的查某人，愈来愈歹找呢。我知影足歹找，但是我唔知影歹找，甲越南才找着。啊！即摆咧落来问我，你会生袂生哦？有人就看到，我看即款18岁的查某人，70万就开就买着。少年时阵，切啊，拢甲我骗钱骗到去啊！我都赔了迄个钱啊！啊，这拢讲笑亏的啦。来，为着本节目的迄个危险性，爱终止伊这个故事的发展，这就会引起伊个国际社会吼，可能有意见。现在我这是联合国敲电话来，联合国交官员讲哦，尽量莫开这款玩笑，好不好？拍一下炮啊你！好，过来。好，今日最后一位选手真厉害哦。咱内底上少年的，哎呦，14岁尔。像咱嘞，14岁，对哦，伊才尾头坐到尾坐伫遐呀。对。因老爸老母来无？好，甲拍婆啊，什么名？蓝美玲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玲。小人，你查某囡仔？对，我是查甫囡仔。查甫囡仔。高博。好，美玲，准备开始。大家还阁会记得家己的初恋吗？今仔日我就是爱分享我的初恋啦。你14岁，初恋几岁？12岁。哦，这摆囡仔拢无咧读册啊。真正无咧读册。我的初恋的迄个查某囡仔，总是伫我受伤的时阵，甲我关心，搁细意的为我处理伤口。
有一天我总算是起大胆，就甲伊讲，我介意你健康中心的阿姨。这是你的初恋了。那有可能介意健康中心的阿姨吧？我介意的是福利社的啦。讲到受伤吼，之前阮阿公是真的受伤啊，就有去病院放针，什么？放经？大医。大医。对医。即将。小等，什么？体检。体检。算讲有空嘴。体检。你若爱空嘴，就做大空的，爱唱歌。无细语。空嘴咯，替你好。啊，听较坏哦，空嘴体检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继续。去跋倒就去病院体检，啊，最近我就带伊等伊回诊，啊，迄伊做落来，迄护士讲长得不错哦，啊，阮阿公就讲，呵，无啦，无今年到啊，护士讲，阿公，我讲胸口啊，空嘴吗？空嘴咯，替你好。医生就教阮阿公讲，我开这消炎的药啊，互你食，啊，你食，等于食一个礼拜。啊，食饭了后食，阮就回去啊嘛。过了2个礼拜了后，迄医生就问讲，我毋是开1个礼拜药啊，你哪会食2个礼拜？阮阿公就讲，你毋是讲食饭了后食？我有时阵食面啊，食米粉啊。我袂讲无食。好，无简单。有张举手。我朋友请你去做兵，无法倒来啊！那你看我计划吗？好，哎呦，现场，小弟哦，我一个物件死。现场来挑战一下哦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伊伫学校都互大家讨厌啊！伊有一天伊挡袂牢啊，走去厝尾顶想要自杀，我就甲伊阻挡。你别个冲锋，你若是死去啊！你就变做真正正讨厌鬼啊！你听到伊就挡袂牢，伊就跳落啊！哎呦！伊个花就抓到边啊，经过查某囡仔。所以有去绑着就对了。对，这是我的情。阮单位是一个足慷慨单位，做要骗的无？小玲，但是我真心要甲你讲一句话，后摆叫恁朋友看会使家己来的。做兵啊！我感觉讲吼，爱有勇气，你要绝对迄个艺术感。爱感觉讲吼，我今日要讲任何一个故事，就是要互个大家所有人大家欢喜，迄是你的使命感啦。所以要大家快乐，咱们用台语，用无共款的吼，这个角度，和这个台湾文化更较活泼，吼，内容更较丰富。安尼，大家讲台语，大家了足欢喜，安尼好无？是，好不好？